破解咗年齡同埋基因嘅迷思之後，你可能喺度諗，逆齡係咪要做好多艱難嘅改變啊？今日我就同大家分享一個最核心亦都最容易被忽略嘅真相。你甚至可以從零行動開始，當然配合生活習慣改變更加好嘅。科學話俾我哋知，你過去深信衰老無法改變，呢種負面感本身就係一種慢性壓力，默默加速咗細胞嘅衰老時鐘。科學發現，淨係從負面思想轉到正面思想，從無法控制轉為我可以影響，你嘅身體就會進入不同嘅狀態。呢啲思維嘅轉換能直接減輕你嘅心理壓力，而當壓力減輕，身體嘅修復同埋抗炎機制就會提升，甚至發生喺你未改變任何生活習慣之前。呢種內在思維嘅建設可以令到你更年輕、更有活力。就好似少年哥行嘅雷雲鶴，佢曾經係個高手，因為斷臂而意志消沉，隱居多年。直到少年雷無傑對佢講：我相信只要我活着，總有一日我會贏翻嚟㗎。呢句話點醒咗佢，令到佢心智衰老嘅唔係失去咗嘅手臂，而係心頹咗，失去咗少年之氣。心念一轉，境界瞬間恢復。所以逆齡最有力嘅第一步，往往最無形。只要你接受新嘅諗法，改變就已經開始咗啦。